9合1的选举结果即马出来啊！国民党伫咧过8年了后，重新把首都的执政权搁摕倒转来。周万安是以57万外票，得票率42.37%选调。周万安感谢对手伫咧选举的过程当中的指教。也那陈时中甲黄珊珊拢呼吁周万安，竞选的承诺都要照拼照行。另外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摕到115万票连任成功。这未来敢会影响蓝营伫咧2024年总统的选择，受到大家关注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做到了。即场在投向在场5000个支持者，说出原本的感谢。台北市长选战结果由国民党的候选人周万安当选，也感谢对手在选举过程当中的指教。我要向黄珊珊前副市长、陈时中前部长表达最高的敬意。我要向他们2位致意，他们是非常可敬的对手，展现了民主的风范。也谢谢他们2位，让这一次的选举圆满落幕。选战参加组的其他2个人，民进党陈时中甲无党籍黄珊珊，在周万安上台进前，就先家己宣布败选。谢谢，我们爱台北的力量，应该要超越政党的分歧。我呼吁我们一起给予蒋万安先生支持，让他未来把台北市治理得越好。所以我要向蒋万安先生说，希望你说到做到，完成你竞选的承诺，保留台北市改革的原来的好的制度，让台北持续前进，好不好？因为新北市长选举，争取连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摕115万2555票，六城市得票率大赢民进党林佳龙，甲4年前比，伊即摆阁有大甲对手的差距。选举没有输赢，我们最重要是让我们更团结、更有力。明天好好做事，好再在一起，再出发。已经致电侯友宜市长，恭喜他连任成功，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照顾新北市民，推动市政。台北市长选举真重要，即摆蓝营双双摕到侯友宜无问题连任成功，也看到蓝营自控制数总统的卡位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